这里是南澳海边的福德庙。那个刚刚在那个天后宫那边有个女的，她一脸不屑，她是对我不尊敬吧？如果是的话，请给我一件反。对，我懒得废话，请加重天钱给她。对，你跟他讲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玄天上帝轮回转世，身份这种东西要明确一点，可以吗？明确一点，你要给我一间房。你刚刚这两个都行不会的话，是吗？如果是请给我一间房行不行？这三个都是。再一个，证实一下我身份，因为我是玄天上帝轮回转世，对我一点不敬一点不信，必遭天谴。再一个一样的，结束话题。不是跟你讲一样的吗？一样的是什么？可以有钱一点吗？有钱一点是一间房，可以吗？推公推婆，不要那么碍眼，可以吗？我要生气了，我做一个一样的，谢谢啦。